3就非一般，等內欄嗰邊係快樂世紀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仍然係迎進鬥緊赤水神區，咁啊再喺埋邊上嚟嘅馬，仲有電信大炮，中間係深感，出邊勁進黃區，銘記心中騎落去有㗎，最後百零米，銘記心中喺中檔突圍而出，深感第2位，進佔第3，福之寶金叻星，過咗啲羅夫全嘢啦，銘記心中嘅第2名，深感。電信大炮咁啊，同埋呢隻福之寶金叻星都係近嘅。結果呢場賽事呢隻銘記心中咁啊，羅富全馬房一出就已經贏啦。第2名前面透出仲係呢個超霸神區啊！咁啊，見到中間位置烽煙四起已經上緊嚟，再喺入邊有黃金甲啊，外邊就逍遙自在咧。最出仲有呢隻友誼至好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仲係超霸神區啊，外邊友誼至好，馬林中間穿上嚟就係呢隻逍遙自在，入邊係烽煙四起啊！接近終點啦，逍遙自在一路壓住呢隻友誼至好啊，跑第3名超霸神區，第4名係風煙吹啦，美麗緣分冚天鐵翼埋邊啊，進步騰飛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八駿巨星仲有驚喜喎，埋邊啊，圓欄打上嚟啊，神希麗人啊，中間仲有魅力寶區，中檔位置人和佳，出邊有一對啊，得到後王大愛當個美麗緣分啦，接近終點，美麗緣分大愛當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神希麗人啊，第3名。魅力寶區第4名嘅馬呢，得道猴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美麗緣分都認真厲害啊！入彎處於一個非常被動嘅位置，但係揈出去大外檔，逢馬過馬，好似神操咁樣翻嚟贏啊！神希麗人就埋邊神區啦，灰馬禪聖寶區喺外邊追，第4位埋邊就一先生，第5位中檔又好心得啊！出邊上咗少少係紅愛射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呢隻佔先呢，仲係埋邊嘅保羅成全啊！咁啊中檔位置敏捷神區啦，出邊仲有呢個禪聖寶區，入邊係一先生，接近終點，保羅成全到唔到呢？敏捷神區喺呢個第2位，接近終點，保羅成全認真厲害啊！贏出佢出道以嚟第9場嘅頭馬，跑第2名。係敏捷神區，第3啊近啦，埋邊黃衫一先生係黃衫黃帽嘅顯心正，亦都係中外檔穩位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掌聲佔先啊，夢想成金逐步上緊嚟，外邊加州雷電已經係追緊啊！再喺出邊位置噶嘛，有呢隻顯心正大外檔啊，韋小寶都上緊嚟啊！最後100零米透出嘅咪夢想成金，埋邊美麗掌聲，中間加州雷電，外邊上緊嚟呢就韋小寶，產生多隻新星，呢隻夢想成金已經贏到第6 win 啊！一出就已經贏到依家，連續6場，咁啊真係未逢敵手啊！咁啊至於跑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有呢隻美麗掌聲。定係5號加州雷電啊！魅力之餘開始追佢啊！再見到外邊位置有駿馬快車啦，越進歡欣揈咗出去中檔位置啊！外邊追有敏捷神區，圓欄上仲有飛輪閃耀啊！後多層仲有自力更新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前面透出仲係龍船狀元啊！見到魅力之餘呢個時候就逐步蠶食上嚟，後邊嘅馬仲有常拼常用，越進歡欣亦都喺外邊追，中檔位置標誌5支，接近終點，龍船狀元到唔到？越進歡欣追唔追到？出邊位置仲有隻標誌5支啊！睇嚟終點嗰步呢，識得揈出嚟外邊追啦，嗰隻越進歡欣有冇機會過到埋邊龍船狀元呢？龍船狀元最後50仲有優勢嘅，出邊追上嚟標誌5支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嘅話，好啦，咁啊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發財先鋒佔先啦，咁啊見到灰馬多巴先生，外邊一對上有美麗同享，出邊追係都靈太陽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入邊上咗少少呢，就時時有餘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啦，埋邊發財先鋒仲有優勢，美麗同享響中檔追緊佢，後邊第3位有多巴先生，出邊呢仲有隻都靈太陽，最後100埋邊發財先鋒一路壓住美麗同享，美麗同享車輪邊打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發財先鋒贏莎莎婦女，咁啊第2名呢係嗰隻美麗同享啊，第3名嘅馬第5位有帝豪福星啦，咁啊精輝呢，咁啊慢慢想移入去又唔係好夠位喎，後啲先見到加州議長啊，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都仲係呢隻仁者全心啊，外邊位置有首英追佢啦，入邊日日精彩亦都上緊嚟，唔係好騎都上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常感恩，接近終點，日日精彩，好輕鬆贏出呢場洋紫荊短途錦標，仁者全心第2，第3名嘅常感恩，第4名呢係嗰隻精輝啊！哇！真係不費吹灰之力啊！呢隻日日精彩，咁啊都係好輕鬆贏出呢場呢
國際三級賽，楊志京短途錦標啊，人健康愉快啊！中間標誌未來已經上嚟啦，中檔有呢隻呢就包裝永勝啊，外邊位置就係呢隻飛輪閃耀啦，再跟住後邊嘅馬仲有達心星啦，外邊冚上嚟，仲有隻勁搏啊，兜到嚟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仲係埋邊呢隻健康愉快，中間包裝永勝，紅眼罩仲有飛輪閃耀，出邊勁搏依家上嚟，最後100米健康愉快仲係佔先，包裝永勝逐步上嚟，最出位置仲有隻象王同埋勁波，接近終點，健康愉快。應該係可以贏出呢場香港經典杯啊！咁啊，第2名嘅馬呢，就相當接近。奇星粉紅衫邊個？外邊衝嘅馬，仲有天滿意，最出係綠色有雲啊！好啦，鬥到嚟最後200零米，妙算達人仲係佔先啊！達龍區呢，就逐步咬上嚟，再後邊嘅馬外邊衝，仲有天滿意，入邊嘉應之星，中間呢，仲係喜連奇星，最後100米到啦！妙算達人放順咗，竟然係將達龍區掟甩咗，接近終點，香港經典杯呢，妙算達人贏跑第2名係達龍區啊，第3名嘉應之星，前面透出嘅馬見到埋邊有嘉應之星鬥緊妙算達人，中間達龍區上嚟，外邊天滿意亦都追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天池怪俠，入邊協巴神區，出邊位置呢仲有呢隻夏威夷，馬林中間新力邊，最後100米天滿意透出，新力邊追緊佢，出邊上嚟仲有夏威夷，接近終點，羅富全贏啊，天滿意。2019年度香港打比大賽，天滿意成功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咁啊，繼初次派馬出去跑國際賽，咁啊都能夠贏到。咁啊，至於香港打比大賽，為華人爭光，結果天滿意贏，跑第2名。夏威夷紅帽嗰隻九寶嚟㗎，好啦，入征最後直路，精神威仲係佔先，嘉應之星開始追佢啊，外邊位置勇戰神區啊，咁啊再見到出邊追呢，就龍姑飛揚，偷入邊上呢，仲係事事有餘，大外檔嗰邊仲有隻九寶啊，最後100零米，精神威好韌啊，仲有一個馬威嘅優勢，中間係嘉應之星，馬林中間上嚟事事有餘，出邊龍姑飛揚啊，接近終點啦，咁啊精神威依然佔先半個身位，嘉應之星越逼越近，接近終點，精神威埋邊，似乎好有機會放到啊！四季王入邊善德福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仲係歡樂之歌，馬克羅斯逐步蠶食上嚟，中間位置雪霸神區，外邊追嘅馬匹仲有白日彗星，外邊上仲有迪亞卓，最後200米歡樂之歌打落去，反應仲有中間馬克羅斯，外邊追緊上嚟迪亞卓，創造歷史時刻，香港杯歡樂之光贏埋啊！跑第2名馬克羅斯。迪亞卓好接近啊！結果呢隻歡樂之歌一放到底啊！喺呢場香港杯賽事裏邊出邊衝呢，仲有爭分奪秒舞蹈狂嗰啲馬。好啦，鬥到最後300啦，埋邊黃蝦王鬥緊中間天下圍攻啊！咁啊見到中檔紅衣醒神上緊嚟，入邊仲有偏外邊小巨人最出爭分奪秒，最後200紅衣醒神透出，埋邊偏上緊嚟，出邊仲有爭分奪秒，最後100紅衣醒神脫穎而出，贏出呢強香港短途錦標跑第2名，係偏咁啊出邊位置呢，仲有隻爭分奪秒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，呢隻紅衣醒神咁啊贏出呢場香港短途錦標，港隊代表再贏一場。